有些人会对我说：“但是淑芬啊，如果我喝水，我整天都跑厕所。”还有些人会说：“但是淑芬，如果我喝水，我的腿会肿起来。”你知道这告诉我什么吗？这表示水分并没有进入细胞内部，细胞周围被一层所谓的双层膜包围住，这是一种双层结构的包膜。水分需要帮助才能进入细胞。那么，我们要如何帮助水分进入细胞呢？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想请大家想象一下这个情景。某天早上你醒来，下床时发现脚踝感觉比平常沉重，也许你的手指感觉肿肿的，或者觉得鞋子穿起来比昨天紧了一点。你可能觉得这没什么，但这其实身体在向你发出无声的讯号，告诉你体内的液体平衡出了问题。肿胀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水肿，可能会悄悄找上门，但其实我们可以避免这种情况。在深入探讨之前，我要声明一件重要的事：如果你正考虑改变饮食习惯、服用营养补充品或开始任何新的运动，请务必先咨询您的医师。安全是迈向健康的第一步。今天我要揭露许多银发族容易忽略的一件事：钾离子在协助身体自然代谢水分方面的强大作用。更重要的是，我要向大家介绍8种富含钾的食物，能帮助你排出多余的液体，缓解肿胀，让你感觉更轻盈、更有活力。我向你保证，这些不需要复杂的食谱，也不是什么难找的稀有食材，它们是你可以在当地的超市、家里的厨房，甚至是你的菜园里就能找到的食物。影片结束时，你将掌握将它们融入日常生活的实用方法。这些简单的步骤能让你每天的身体感受产生真正的改变。那么，让我们一起开始这段旅程，发掘你的身体一直以来试图告诉你的自然智慧。在开始之前，请在留言区告诉我你来自哪里，以及你在下一集影片中想看到什么健康话题。为了感谢大家今天的参与，我们将送出100本我的畅销书给订阅者。所以，如果你还没订阅，请按下订阅按钮，并留言告诉我为什么你想赢得这本畅销书。关于处理发炎反应的插曲：当你在被咬伤的部位热敷时，会发生什么事？它会变热，变热后会怎样？会变得更痒。但如果是毒素引起的，这里指的不是莱姆、柠檬造成的灼伤，因为里面没有莱姆成分。我的理解是，如果是莱姆病透过蜱虫传播，通常会出现牛眼状的红斑。对吧？是的。所以你可以做的是先冰敷。如果你看到任何肿胀，再敷上活性炭。对于让虫叮咬，任何加热的动作都会让它开始发痒。对于这些蜱虫叮咬，任何加热都会导致发痒，所以冰敷是最好的选择。了解肿胀与水肿，让我们从了解什么是肿胀以及为什么它很重要开始谈起，特别是对于长辈而言。你看，当身体留住过多水分时，就会发生水肿。这不仅仅是脚踝肿大或手指变粗而已，这可能是一个讯号，代表你的器官如心脏、肾脏或肝脏运作效率不如预期。它甚至可能由某些药物、高盐饮食或单纯的老化过程所引起。许多长辈在一天结束时会注意到脚掌、脚踝和腿部有肿胀现象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地心引力作用于体内的液体，将它们向下拉，使得这些部位成为积水的首要区域。但肿胀并不总是肉眼可见的，有时它会悄悄停留在你的组织内，让你感觉迟钝、沉重，甚至关节有点不舒服。这就是钾离子发挥作用的地方。
钾是一种矿物质，也是一种电解质，它的作用就像细胞的天然海绵，它有助于平衡细胞内外的液体量，确保水分不会积聚在不该积聚的地方。当你的钾含量过低时，那往往会留住水分，增加肿胀，有时甚至会使血压升高。好消息是，你不需要昂贵的营养品或复杂的程序来恢复这种平衡。透过在饮食中加入富含钾的食物，你可以自然地支持身体的液体调节系统。这里有个小秘密，其中一些食物不仅有助于消肿，还能支持心脏健康、肾脏功能，甚至提升你的能量水平。在接下来的几分钟里，我将引导你了解这8种食物，我会解释它们的运作原理，分享适合长辈的使用建议，并提供一些实用的点子，让你轻松将它们纳入餐点中。你会发现，控制肿胀并不一定会让人感到压力山大。事实上，它可以是简单、自然，甚至是令人享受的。在我忘记之前，如果你觉得今天学到了新东西，请不要犹豫分享给朋友或家人。有时候，一个小小的秘诀也能对别人的生活产生巨大的改变。第一种食物，香蕉，经典的钾离子发电厂。香蕉香甜软糯，一天中的任何时候都容易享用。提到钾，香蕉通常是第一个浮现在脑海的食物，这是有原因的。一根中等大小的香蕉可以提供约400到450毫克的钾，这几乎达到了长辈每日需求量的10%。但这到底如何帮助消肿呢？钾的作用是平衡体内的钠，钠存在于大多数加工食品中，会导致身体滞留多余的水分。透过食用像香蕉这样富含钾的食物，你可以帮助肾脏排出多余的钠和水，自然地减少浮肿和液体堆积。这对长辈来说特别重要，因为由于肾功能减缓或药物影响，长辈可能更容易出现水肿。香蕉不仅是获取钾的食用来源，而且对消化系统很温和，非常适合肠胃敏感的长辈。你可以直接吃，切片放在燕麦片上，打成奶昔，甚至只需少量添加糖，就能烤成简单的香蕉面包。在那些感觉精力不足的早晨，香蕉提供了天然的甜味和快速的能量提升，且不会过度刺激你的胃或血糖。还有一点你可能没意识到，摄取钾的时间点也很重要。全天持续食用富含钾的食物，而不是一次全部吃完，更有助于身体有效地维持体液平衡。因此，早餐吃根香蕉，午餐或晚餐再搭配另一份含钾食物，可以支持身体的自然节律，抑制肿胀。还有一个额外的好处，香蕉还含有镁，这是另一种与钾协同作用的矿物质，有助于支持肌肉功能和心脏健康。对长辈来说，这意味着减少腿部抽筋，心跳更稳定，身体感觉更轻盈舒适。所以下次你在超市看到香蕉时，请记住它们不仅仅是零食，它们是你追求身体轻盈、减少肿胀以及保持整天精力充沛的天然盟友。第二种食物，地瓜，大自然的橘色宝藏。现在我们来谈谈一种不仅在盘子里色彩鲜艳，更是钾离子宝库的食物——地瓜。如果说香蕉是经典选择，那么地瓜就是隐藏的宝石，其多样性和益处往往让长辈们感到惊喜。一颗中等大小的地瓜含有大约450毫克的钾，以及纤维、维生素 A 和抗氧化剂，能支持整体健康。地瓜透过与肾脏协同作用来帮助身体管理液体。把钾想象成一个温柔的向导，向身体发出讯号，释放多余的水分和钠，缓解你在脚部或手不可能注意到的浮肿。与某些可能对消化造成负担的高钾食物不同，
地瓜温和且令人感到舒适，非常适合需要营养又希望备餐简单的长辈。你可能在想，如何在不觉得是在烹饪大餐的情况下，将地瓜纳入日常饮食？答案很简单，烤、捣成泥，甚至是蒸。地瓜有多种享用方式。一个小型的烤地瓜，撒上一点肉桂粉和1茶匙橄榄油，就能成为一道美味的配菜，甚至是午后点心。有些长辈甚至喜欢把它们加入汤或炖菜中，其天然的甜味能衬托咸味。这里有个有趣的小撇步，将地瓜与适量的蛋白质，如豆类或鸡蛋搭配食用，不仅让餐点更有饱足感，还能支持更好的钾吸收。这种组合对需要稳定能量和均衡营养的长辈特别有益。地瓜还有另一个优势，它们含有大胡萝卜素，身体会将其转化为维生素啊。这种营养素支持视力、皮肤健康和免疫功能，这些都是我们随着年龄增长特别重要的领域。因此，透过经常享用地瓜，你不仅是在帮助身体管理水分，更是在以一种美味自然的方式支持整体的活力与健康。关于膝盖受伤的案例插曲，我们有一位女士，她的膝盖受伤了，这是几年前在我们进修中心发生的事。她是一位体型非常丰腴的女士，通常当人们体重过重时，膝盖负担会很大，所以她的膝盖本来就不太舒服，但她又扭伤了膝盖，导致肿胀起来。所以我使用了刚才向你们解释过的同样疗法，一盆冷水和一条毛巾，就这样敷上去。一旦毛巾变热，我是指一变热，你就换掉它，不断更换。每次拿下来时，那些热气是从哪里来的？第3种食物，菠菜。绿叶英雄名单上的下一个是可能尝出现在你盘子里的食物，但它的好处可能会让你惊讶。菠菜这种绿叶蔬菜富含钾、铁和镁，是寻求减少体液滞留和维持整体健康的长辈的绝佳选择。一杯煮熟的菠菜含有约800毫克的钾，几乎是香蕉的2倍。这在一份简单的餐点中是相当大的提升。与香蕉或地瓜相比，菠菜的作用方式略有不同。它的高钾含量有助于平衡钠水平，同时也支持健康的循环和肾脏功能。对于长辈来说，维持适当的肾脏功能至关重要，因为肾脏调节体内的液体和电解质平衡。透过定期摄取菠菜，你可以协助肾脏自然排出多余的水分，这可能有助于减少腿部和脚踝的肿胀。横掉菠菜能让身体更容易吸收其中的营养，而生菠菜则非常适合为沙拉增添口感和鲜度。对于咀嚼困难的长辈，用少许橄榄油或大蒜轻轻蒸或炒菠菜，可以做出一道嫩滑、美味且易于享用的菜肴。搭配一些坚果或种子，可以同时提升口感和营养价值。还有一点很重要，虽然菠菜非常健康，但它也含有草酸，大量摄取可能会干扰钙质吸收，因此适量是关键，并且要变化你的绿色蔬菜摄取。将菠菜与宜迦南瑞士甜菜或甜菜叶混合食用，可以在保持高钾水平的同时提供均衡的营养。当你在餐点中尝试菠菜时，别忘了在留言中分享你最喜欢的食谱或秘诀，你可能会激励另一位长辈以自然的方式掌控自己的健康。第4种食物，酪梨。绵密的钾离子补给。现在让我们转向一种口感绵密、丰富且营养满分的食物——酪梨。虽然常因心脏健康而备受推崇，但酪梨也是极佳的钾来源。一颗中等大小的酪梨含有约975毫克的钾，是香蕉的2倍多。
这使它成为减少肿胀和支持整体液平衡的真正盟友。为什么酪梨如此有效？正如我们讨论过的，钾有助于身体对抗多余的钠，让肾脏更有效地排出水分。但酪梨提供的不仅仅是钾，它们充满了健康的单元不饱和脂肪，可以支持心脏健康，帮助管理胆固醇，甚至保持皮肤水润。这些对于想要感觉充满活力和精神奕奕的长辈来说都很重要。酪梨最棒的一点是它的多功能性。早餐时可以切片放在吐司上，打入果昔中增添绵密口感，或者捣成泥并混合一点柠檬汁，做成简单护心的蘸酱。对于咀嚼有困难的长辈来说，酪梨特别温和，是融入日常饮食计时用又令人享受的食物。这里有一个许多长辈觉得有用的小撇步，将酪梨与其他富含钾的食物，如绿叶蔬菜或番茄结合，可以产生协同效应，增强身体自然管理体液滞留的能力。想象一顿有菠菜、酪梨切片和撒上南瓜子的新鲜沙拉，不仅美味，也是支持肾脏和循环的自然方式。酪梨还提供镁、纤维和维生素群，有助于维持能量水平并支持肌肉功能。这对于想要保持活跃、维持平衡并减少肿胀或关节僵硬不适的长辈来说特别有价值。第5种食物，柳橙，带有使命的柑橘类。接下来，让我们探索一种明亮、清爽且常是早餐常客的食物——柳橙，或称柳丁。许多长辈认为柳橙只是维生素的来源，但它们的钾含量也出奇地高。一颗中等大小的柳橙提供约237毫克的钾，当与全天摄取的其他柑橘类或水果搭配时，累积量相当可观，能自然地支持体液平衡。柳橙特别有帮助，因为它们结合了钾和水分补充。柳橙中的水分不仅能解渴，还能温和地支持肾脏功能，让身体更有效地排出多余的钠和液体。这使得柳橙成为长辈理想的点心，特别是在早晨或午后，当能量下降时，日常工作感觉更具挑战性时。这里有个实用建议，长辈通常觉得如果预先去皮并分成小瓣，会更容易享用柳橙，随时可吃，毫无费力。你可以撒一点肉桂粉或极少量的盐来提升风味，而不会增加过多的钠。即使是量饮用1杯现榨柳橙汁，也能提供清爽的钾和水分补给。柳橙还提供纤维，支持消化健康，这是许多长辈共同关心的问题。当消化顺畅时，身体能更有效地管理体液，自然地预防胀气和不适。此外，柳橙中的天然糖分能提供温和的能量提升，这对于因水肿或新陈代谢较慢而感到疲倦的人特别有价值。如果你曾尝试将柑橘类水果融入餐点中，我很希望你在留言中分享你最喜欢的搭配组合。有时候，来自另一位长辈的小撇步就能带来全然不同的改变。第6种食物，番茄，体液平衡的多汁盟友。现在让我们转向一种不仅色彩丰富多汁，而且用途极其广泛的食物——番茄。无论是新鲜享用、烤过，还是作为酱汁的一部分，番茄都富含钾。一颗中等大小的番茄提供约292毫克的钾。如果定期纳入饮食中，它在自然管理水肿方面可以发挥重要作用。为什么番茄对长辈如此有效？首先，它们的钾含量有助于身体平衡钠，鼓励肾脏释放多余的水分，这可以减少脚踝、腿部甚至手部的浮肿，让你整天感觉更轻盈舒适。但番茄提供的不仅是钾，它们富含像茄红素这样的抗氧化剂，支持心脏健康循环，甚至保护细胞免受氧化压力的伤害。这里有个实用的小撇步，
将番茄与其他富含钾的食物，如菠菜或酪梨结合，可以产生协同效应，帮助更有效地调节体液滞留。对于长辈来说，像这样的小调整就能产生有意义的改变，而不会给日常生活增加额外的压力。番茄还提供维生素和纤维，支持消化健康、免疫力和稳定的能量水平。当消化功能良好时，身体能更好地处理液体，自然减少胀气和不适。长辈们经常注意到，在餐点中加入番茄，让他们感觉更轻盈、更有活力，甚至更有动力保持活跃。这是管理肿胀和整体健康的一个关键因素。所以，不要低估这种简单的水果。无论是多汁的零食、沙拉配料，还是温和的汤品，番茄都能在幕后默工作，帮助你的身体平衡体液，支持肾脏功能并保护心脏，同时为你的餐盘增添风味和色彩。第7种食物，白豆。小豆子大影响。这是一种可能不像香蕉或酪梨那么引人注目，但在钾含量方面却威力强大的食物——白豆。一杯煮熟的白豆含有惊人的1000毫克钾，这使它们成为寻求自然管理肿胀和维持体液平衡的长辈的绝佳选择。白豆之所以有效，是因为它们的高钾含量有助于身体排出多余的钠，减少液体堆积。此外，它们提供蛋白质和纤维，可以支持健康的肌肉消化和能量水平。这对想要保持活跃和舒适的长辈来说都至关重要。不同于某些沉重或难以消化的蛋白质来源，白豆在彻底煮熟并预先浸泡后，对胃很温和，非常适合常备食用。将白豆纳入饮食比你想象的要容易。它们可以加入汤、炖菜、沙拉中，甚至捣成泥做成抹酱。对于咀嚼困难的长辈，将豆子打成泥制成绵密的菜肴，或与香草混合搅拌，可以创造出既美味又营养的滑顺口感。将白豆与少量橄榄油或撒上一点柠檬汁搭配，可以提升风味和关键营养素的吸收。所以尽管它们看起来微小不起眼，白豆却是你迈向减少肿胀、提升能量和整体健康旅程中的强大盟友。回到之前提到的膝盖案例，好消息是，那位在健康学校的女士，当她丈夫走进来看到妻子坐在那里微笑，那时我们都在大笑。哦，她松了一口气。笑声，她只是想看到妻子快乐。他们留下来参加了剩余的健康课程。但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，说明在特定情况下该做什么。这也向这位女士展示了，当半夜膝盖痛起来时，她不需要去森林里散步。她不想吵醒丈夫，当时她在哭泣。去森林里散步可能会更加刺激膝盖，但她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她现在要做的就是拿那盆冷水和毛巾，不断交替敷，直到肿胀消退或热度下降。因为其实并没有真的肿起来，只是骨头的感觉。但我能感觉到里面的热度。她可能只需要做15分钟。现在肿胀消退了，她就可以溜回床上睡觉。所以，这只是向人们展示或提供人们技能，让他们知道在不同情况下可以做什么。第8种食物，西瓜。清爽补水与钾离子补给。最后，让我们探索一种清爽、香甜且完美适合炎热日子的食物——西瓜。许多长辈喜欢把西瓜当作多汁的点心，但很少人意识到它也是极佳的钾来源。一杯切块的西瓜提供约170毫克的钾，若全天食用，可以帮助身体维持自然的体液平衡。西瓜的独特之处在于它结合了钾和高含水量，使其成为一种天然利尿剂。这意味着它能温和地鼓励身体释放多余的水分，同时让你保持水分充足。这是管理肿胀的一个关键因素。有时在腿部
脚踝或手不受水肿困扰的长辈可能会发现，在饮食中加入西瓜可以减少浮肿，促进更轻盈舒适的感觉。西瓜的另一个优点是它对消化作用温和，不像某些水果可能会引起胀气。西瓜清淡且易于消化，非常适合肠胃敏感的长辈。它还富含维生素 A， 支持眼睛健康、免疫力和整体能量。这种营养组合不仅有助于体液平衡，还有助于你的整体活力。享用西瓜的方式有很多种，新鲜切片非常适合当点心，而小方块可以加入水果沙拉或搭配薄荷，成为清爽的夏日享受。长辈们甚至可能喜欢将西瓜打成顺口的果汁或冰沙，只要记得适量饮用，因为果汁形式的天然糖分较为浓缩。这里有个实用建议，将西瓜与其他富含钾的食物，如香蕉或菠菜结合，可以自然地增强体液平衡。透过策略性地在整天中包含这些多样化的食物，你可以支持肾脏、心脏和肌肉，同时减少肿胀，让身体感觉更轻盈。我鼓励你去尝试这些食物，找出能让你味蕾愉悦的组合，并观察你的身体如何反应。在留言中分享你的经验、最喜欢的食谱或秘诀，你的见解可能会激励另一位长辈以自然的方式掌控自己的健康。透过拥抱这些简单自然的策略，你正在给予身体所需的工具来管理体液，支持整体健康，并以更舒适的状态享受生活。这个过程可能是渐进的，但每一个小改变都会累积成有意义的结果。你有能力减少肿胀，感觉更轻盈，并以焕然一新的能量生活。这一切都从你盘子里的食物开始，所以从今天开始吧，选择一种富含钾的食物，尽情享用它，看住你的身体，以令人神清气爽的方式做出回应。如果这支影片帮助你了解该怎么做，请帮我们按个赞，这真的能帮助其他人找到这个重要的资讯。如果你还没订阅，请订阅频道并按下小铃铛。感谢收看，一如既往，保持吸收新知，保持健康。